个孙啊，拢较细包，因为伊会晓讲台语，也包啦吼。所以咯，这拍拼你无台语，你今仔教授去遐教，伊嘛来教会教第我才开始进入这个语啦吼。无我伫上来教会做20年的中间，上烦恼的就是讲现在这些嘛，拢无比如是也袂晓。迄个台语汉语版嘛，读无，迄个汉字拢各处表示吼。迄个台中文的本要甲读做台语的时阵，拄着我们毋知要读等来读晚啦。你有拄着即个问题无？食来讲迄个好种鱼钓的迄个长老吼，伊讲我用现台中文的本来读台语，读的时拄着我们的时咱。甲会感觉是嘞哦，爱管怎着哦。即个问题就是讲，咱若有家己的母语，会当讲互咱活着真有尊严、真爽快吼。尤其咱少年，咱拢是有国语政策的迄个撇开物资啊顾吼，所以咱拄着的问题，即摆是讲安怎袂晓啥，迄毋是恁的问题啦吼。这是前一辈，阮这辈啦，毋着无努力。甲今仔日还佫有国语政策遐尼强吼，即个咱国家语言变得嘛，甲即马早一拼啦吼，7月来拼会过，拼袂过吼，大家爱来努力吼。所以讲这语言变的话，就是讲你所有的语言拢共款，袂使讲台语，袂使讲国语，吼，咱要讲台语嘛是会使。咱教会公布本来拢标的是拢台语，是安怎行叫？一个行政命令就甲你强调袂使用台语的吼。我拄着我去做台语的时候，发现一个情理，你敢知？所有国民党要甲你禁的物件拢是啥好的，对无？标的是有好无？你要读台语，一定要标的是要读的正确。一般较少年拢无即个体会啦吼。你因为较无机会搁咧讲台语咯。有讲你我哋大家拢讲咱的母语的时，你的心情会无共。咱的自尊，能够生存到转来吼，这我是紧努力的一个目标啦吼。先打回头，我知这就要作家，即话我个人少年唔知打回头什么意思啦？这个你介绍者，先来先打回头。伊讲打回头，简单我无啥。打回头吼，简单讲就是咱的序文啊、序言安尼啦。当然啦，打回头第一个字是安尼啦，第一册是安尼，咱个讲是安尼开讲是打回头来讲，咱即马先，咱今仔要讲什么主题，先讲我是，即叫打回头。好，多谢。第一，咱来了解咱的台语文有汉字甲罗马字，足侪人咧感觉讲汉字早是罗马字，是哦。迄个以前足无变哪足无知识的。你英语就毋是字，越南字就毋是字，迄就无应该啦。迄就是国语政策甲洗脑甲汉字早。其实咱的祖先以前就是讲，咱有咱的话，咱摕汉字来做咱的字，但是呢汉字无够咱台语用，所以迄个传教书。就安尼去设计一套规矩，国际音标，甲即个罗马字，迄也设计一套标字嘛。咱的圣经，甲咱的公布啥公布，一直到1967年是不是？67年才叫禁掉的。1967年可能为出世叫禁掉的无位这个足可笑的嘛这个汉字无够咱台语用，这大家啦一定爱了解。咱有咱的语言，咱摕汉字来用，一本嘛相像摕汉字来用，嘛好教的所在。因为汉字是要考官、考状元以后会当学习用的啦。咱的生活语言无呢？上简单的查甫，敢有汉字？有汉字，知影啥个去？有啦，去调查啦，搁一个布，查某搁调查的查啦，搁一个某人，去投查到某人，某去查某啦。其实咱的语言，咱较属于这个南岛语言，加咱迄个自属的做头前。
男性，查就是人，某就是女性，咱有咱的字嘛。啊，汉字伊颠倒头啊，咱叫家家，伊叫家家嘛，敢是？哦，这颠倒头咱足济啦，咱看不同文不同字啦。啊，你若要用迄个字来写的时候，写无落，上简单的定，甲音，甲有汉字。好，迄位人为着要有汉字，迄个泡泡过来问我讲这个音，一个人或一个音要怎写？吼，足痛苦的啦！你甲我讲我，啊音就这爱音啊，咱人的语言先为有讲话开始嘛，啊才摕文字来做符号嘛，敢毋是？啊你袂使因为无文字啊，甲你的语言就要补过去啊，无安尼颠倒法嘛，吼。所以咱就是讲，迄个希望咱大家吼。会当甲即个白话字学好，吼，啊，咱要书写的时候有汉字，意思无走去的，咱就用汉字；啊，无汉字的，咱用罗马字。哦，这就是第2位教授伊所推荐，这目前大家利用的。哦，啊，这样来上报写即个台文世界嘛，总站来行这条路啦，吼。这是会当互咱迄款的书写方面会当一个。这个啥解脱？当然要找汉字哦，找较汉字的时候，你主要是过于是迄个写诗的人，啊无汉字啊，迄个诗感就只要过去无去啦，迄个足可惜咯。OK， 白话字早是正音啦，你白话字一定读得足正确。白话字就是国字音标，哦，咱想某影响的人拢惊白话字，哦，开始。即摆渐渐会会习惯的先，你想讲白话字，就是你咧读英语的国际音标、国际音标，你只要咧甲读，咱有加调号安尼。啊，这调号你若细汉有伫讲台语的时阵，咧自动会晓变调。哦，这对我来讲嘛，足痛苦的啦。本来就会晓的，啊，才袂使感觉家己袂晓变调。所以正音，这是较困难的。哦，我会甲大家分享这样有些困难。啊，各种的文字拢是本来拢象形文字嘛，啊渐渐拢变做字母阿法变，就敢若汉字变袂过。哦，所以有信你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你如何涉水给人讲汉字不灭哦，哦你读一世人读袂了的迄论文啦吼。我紧内底叫我写着就再就讲支持罗马字典的，对吧？后尾啊到尾拢因为政治变了，就拢讨厌就拢过去啊，吼。所以拄则讲这2位教授提供这汉罗人写，汉字罗马字人写，会当创作出来吼。来，即马台湾的事业你看，会拄着个用华语发音书写台语的，你是足无好现象啦吼。什么耳机？不要，你看我们这个什么耳机？啊，下来了啊，有无？这何信涵教授吼，伊去收集咱遮博士论文，足济，即款来写法吼。咱下骹吼，你下骹要有个鸡骂什么意思？底下伊个啦。现在啊，哦，即马就是现在，现在啦，即马啦，现在啦，哦，即马啦，伊就用迄个音，用华语的音来读，啊，出来讲我先大家捌看啦，出来讲嘛，出来讲，啊，佚佗啦，佚佗过来台湾捌看嘛，佚个图啊，就是来台湾佚佗，哦，佚佗，啊。麦当麦当劳啊，麦当劳啦。哦，麦当劳哦，真的啊。这个麦当台语是写麦当的，敢毋是？你敢会麦当啊？麦当劳，麦当劳，哦，麦当劳啊！我这位教授伊解释了遮好，伊讲啊，就袂晓做的，啊，就敢若便当的，啊，就多讲家己伫食。这问题咱想办法吼，咱最少咱有主体性的台语文啦吼。啊，不是。没这就是讲，一直认为汉字早就是迄阵来吼，啊，甲咱的台语、咱的语法、语法吼，希望会当靠这些吼。
我拄条要讲一个迄个汉语构字表示吼。台语的顶，客语安怎讲？按的，说话按讲吼，按是这个按这个字，编的是汉字哦，台语甲客语的意思就无共啊。哦，所以汉字是构字表示啦，吼。所以，过来咱看这个，最近大家伫足侪迄个方面地去分析哦，这就是方面地清晰的字啊，吼。哦，听讲有人拢介绍，拢知影方面地去叫迄个单位是个查某囝，咱知影无？啊，你看迄后面咧做迄个内有无？恭喜，生日恭喜迄个美字写下啊。哦，啊，人拢写白嘛，会晓日语的人知嘛？拢写白嘛，即摆叫拢写白啦嘛。啊，伊写迄个咩？因为所有一本话哦，所有一本甲目睭有共款的拢读讲的啦。迄个字甲目睭有共款，所以读讲的哦。啊，但是我足侪人拢认为讲伊写毋对，无，迄是毋知当时的是对着对了。啊，我去查这个我发的迄个单字迄个内底，我发现讲伊第二部内底嘛有写英的啦，所以讲汉字拢会使凊彩摕来用啦吼，这个这个都构字表示的。OK， 咱开始要进入豆的豆了吼，豆的豆到听不熟的课，但是我希望我袂当不得着啦吼。OK。哇，真歹啊！试过到来。甲过去一侪种的台语书就话都共款，现在用电脑拍台语文，已经有更较方便的方式。相连教会认准用张了，更换一套新国内台语书就话，但这较过去优点，但是也解决用台语书就话多方便。这样有特点，就是讲，咱怎么去抓人的书习惯，特别谈真无方便，哦，所以我在是讲，到即摆咱们书无遮大，哦，伊讲10几万册书啊，所以我哋会当来。按照正这个书习惯，爱上即将来的内容。若是台语的书籍，只要用罗马拼音，连客户甲原住民语拢会当伫新国内台语书习惯使用。同时也结合过去的主研长老解经三书习惯的特色，3印章以上的书，嘛只要输入印章的头一个字母，就会当显示出来。咱会当用每一个印章的第一字哦，先是 S 嘛，啊干是 G 嘛，啊公是 K 嘛。哦，啊，先讲后的了做第七，就是先讲哦，啊电视台电机嘛哦，C S 嘛，啊台嘛，哦电视台，哦电视，哦，所以先讲电视台就是啦。新国内台语书习惯除了内建10几万的书类以外，都会当提增加书库。不管是教育部公告的台语罗马字拼音，也是教会所使用的地位字。咱生活模式拢通拍会出来，而且这个条件软体也是免费的。有兴趣的民众通上台语新闻台网站下载，服务语的传达更加紧更有效。新加坡电视台来发报道。看到这个新闻的人，听下先。哦，新加坡电视台武规会落去啊，结果无人投票。这是真可惜。我紧后，咱再加过去加明年了，过来咱开始过来聊吼。新加坡电视台，这当时有来采访，这个
5、6年前哦，7年前的款哦。这个输入法哦，因为我开始学白话时学台语了后，这个输入法对我来讲足重要哦。因为我以前拢拍花戏，拍我哦，啊，伊当时哦啦，听讲起来，阮以前的学的，我拢袂准啊，去查字典查甲袂了。所以我出这个有关蒙人的册哦，超100几万字的。我拍到我都面点无键盘无我无动啦。哦，我毋是讲袂晓啊，再来讲唔好啦吼。学白话字了，才感觉讲，哎呦，所有规个思考拢甲迄个以前迄个个。我开始叫真侪人嘛晓用台语的汉字嘛用伫拍啦吼。尤其迄牧师吼，你看台湾的牧师，你啊看拢安尼神，啥物原因你敢知？哦，非常无啦吼，伊非常无做无啦。足可怜的，因为写讲读稿读甲想的是台语，啊，但是讲读稿是用华语写，哦，啊，读甲去转啊，明明是我我，搁转甲无啥，我哪写好？去你台下电了，爱用。迄个华语的角度，爱甲改读做台语啦，爱对下骹爱台语嘛吼。啊，你读等甲咧所谓嘛若去伫迄个咧教会的牧师，拢会先来去试看卖。你若毋讲写，咱会先去来毋知啊。啊，我知影，因为我经过即个经验嘛。吼，这痛苦的经验我经过嘛。啊，所以开始的时阵，我学的时阵，迄当时有一个学习的输入法。但是伊到即个Windows 吼，即个微软哦，足好个啦，啊，当然要趁你的钱啦吼，啊，直接你改，你无买，你讲袂使，伊所以人，你讲政府拢看伊遐几页美金吼，就是讲伊用即个来白死人啦。啊，你咧学习的输入法，甲迄个 Windows 98也会用，去2000微米的时阵。哦，迄当时我开始伫遐就了解，要安怎？就先到电脑专家嘛，伊就甲我讲用Microsoft 本身 Word 内底有一个自定书库，你甲换书库就好。啊，每届你定进了就对换一届书库，我想当时嘛啦，你嘛捌用过哦。啊，其实足痛苦的，啊，伊当时就自己拍，哦。啊，迄当时叫做轻松输入法啦，是讲会晓用着是咧查迄个叫做轻松输入法，哦，啊，就迄叫人骂呢，伊讲人你个啥物输入法偌好啊，你自己咧拍啥？哦，华语的输入法，啊，我台语的嘛，我就讲，迄是讲牧师，你毋知牧师干咩无？我这人袂堪你人骂啦，伊愈骂我，愈是咧做哦。伊讲你这输入法咧，这字拍到毋知人啥话无啦。啊，我就想讲好啊，我来创书库嘛，甲改2字，当搭顶拍，哦，3字4字搭顶拍，所以当时叫做改轻松，哦，过来上轻松，啊，这个就尾我这个感谢上帝因发就是信望来网站，哦，伊听拢是台湾囡仔，啊，伊是会晓台语处理了，啊，甲我熟悉了，我有处理足侪台语的物件，所以我就甲伊讲过，咱来做一下这台语信望来好，吼，啊，就写就好啦。可能等做长2点钟啦，所以一寡较轻松我会使讲者啦。迄个信望来网站，伊是即马世界基督教上大的圣经的网站啦。哦，圣经伊处理到足好势，足侪种版本哦，咱几条咧读，这足不简单。啊，但是因就无台语的，哦。啊！伊但是伊有迄个大字眼咧找啊，网络面咧找啊，我就开始做台语的时咯。啊，佫有一个就是讲，我开始做李金华教授学台语了后，伊带我转来台湾参加台湾罗马尼亚会办的，迄叫做台语啊，已經第1屆，我第1屆參加已經第1屆入股票啦。啊，我安尼。感觉讲白话就是长老教会开始的啦，啊，足多人就讲我是长老教会，我是长老教会，啊，结果内底有一个张世忠医师，下家做教赞，伊甲前甲记着讲，你长老教会诚无啊？甲第2个牧师出来拢无啊？哦，啊，有人听着安尼，
气甲就歹传台语啦。啊，我一转去我就反省，啊，确实影长老教的无好。咱初先头学人跳好的票的时，咱一直咧甲讲，哦，啊，敢若第二哦，所以退休的时，做台南市人开这个练习班，哦，啊，台湾南北二岛的人要学台语，因知影汉字学无落来，一定爱学罗马字票的时，所以咱来遮向伊学，啊，遮的人去做是叫台湾罗马字协会，啊，我可以参加一次。哦，啊，我等于伫思考的时，你阿嘛讲长到无有影，圣经拢有啊，哦，啊，我也无圣经书的无台语圣经好读啊，哦，这是事，啊，我开始就认真落去，这方面落去，所以我开始就迄个圣经，哦，圣经，啊是嘛是拢去互刺激啦，遐个大陆的遐个人拄着我讲，嘿，林长老，全世界的圣经拢有前目，是安怎台语圣经无前目？好，这才是足大挑战啦！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前问，哦，啊，伊当时我拄啊，阮遐教会迄个波士顿教会有一个长老，迄个陈清顺长老，啊，伊是迄个安徽圣经，安徽圣经是1973年，哦，长老教会甲天主教联合迄个要教，迄个巴基的圣经1933年嘛，啊，已经足久啊啦！啊，巴基的甲咱个医师，因是为着要需要，所以要翻译圣经。啊，伊当时是厦门话，因拢是厦门遐过来嘛，所以拢就翻译做厦门话的巴基的圣经啊。哦，啊，这个圣经就要大家就知影讲，一定爱有全世界的圣经一直落去update更新嘛。哦，即摆已经第5版，啊，咱了停是连版。哦，啊，所以迄个。虽然咧，安徽圣经出版的时，伫出版社印刷印好，就去互国民党总写去烧掉啦。这个故事知影是个，我看不错。你爱开课啊，你开一家课，专门来讲跳这个圣经，这是也足奇怪的代志呢。哦，伊遐甲咱烧掉，啊，讲即摆无啦，圣经讲未讲去遐讨哦，因拢袂当去遐讨啦。啊，迄个长老伊感觉，哎呦，靠，这听这消息了后，就感觉讲，对是遐好，伊嘛有感觉讲，国民党要甲你反对，禁止的物件一定是好的，所以就开始咧学白话字。啊，学了呢，伊无啥好拍，其他无白话字，就干那把这个圣经白话字啊，啊，伊就拍人面叫拍好。拍好的时阵，拄啊学了迄个顺序啊，会晓改条好。啊，我提定啊，叫圣经讲话，迄当时迄个总干事老著名牧师。伊是上年教会甲我写的，所以我甲伊合作做这件事。哦，除迄个现代中文的本的点字圣经是我切个完成的啦。哦，啊了后就是讲，即个我讲你紧去嘛。哎呀，落尾一讲看一讲唔上网就唔上网，就干那讲我爱唔对，伊拍唔对。哦，啊圣经讲好了，伊本来就是套白话字呢。啊，伊无互社会用，伊家己用。啊，社会人拢唔知影。啊，台湾罗马字协会这个人。嘛知影讲即个会议足重要，所以老地甲先生有讲一个 TP 台湾 Speaks， 甲咱创条号迄个，啊伊的 O 啊甲 O A 的条 O， 甲圣经讲话无共，哦，啊迄当时我摕迄个圣经来，就知哦，咱即个编辑的部门一直讲看数学的款吼，好伊直讲你这毋对，我安尼改甲暗改甲安尼就对啦，我拜托你，是毋对伫倒位啦，伊才甲讲的。我老家讲，我发现的是我甲讲，人圣经讲话表的条无共，所以迄个顺序我有一个所在，你点咧，你要甲圣经讲话共袂使，改到圣经行是好。我讲你试着点咧就总改啊，无咯，因彼此都要改，系较就成果的。啊，所以即个工具的好处就是啊，你若开发了正确的信息，通就好诶。所以圣经讲话一直甲咱的社会发展。他即个今仔日的圣经啊，好用会用的翻译啦哦，啊，所以现代台语的本嘛，也好用会用话嘛。啊，所以我了专门台语说，我建议读册人两届啊，别家讲我这毋是牧师，对嘛，我毋是牧师嘛，去做专门台语圣经哦。我的需要，我有需要啊，哦，啊有需要所以要做啊，哦。啊，因要会会用会用话，哦，再是迄个。以前当初讲，这是我的参考，啥话无？你家己切齿，啊，伊硬要讲家己切齿啦，吼，
伊讲凊早是伊爱成功的兄，伊是虚呢。伊安尼哦，要叫台湾人，伊咧走30代啦，即样要叫台湾人所有人来用安尼，大家听着足艰苦。所以阮一群人哦，肖先生牧师伫退休的时阵，伊讲伊嘛有发现遮个问题，要创台语节目，我讲我已经创遮爱问来大家结果，肖先生牧师知啦吼，最近哦，肖美琴的爸爸啦，咱台南新行伊的以前捌做过院长吼，已经80岁啦。明仔载10点的伫东门教会较热闹，厝边来再来听。OK， 咱们来讲到这。讲到这就是讲咱的迄个地位机吼，咱要用用遮个地位机来进入咱的迄个输入吼，输入啊。我之前咱有啲用台语字幕来输入我来听下。哇，真济哇，先听意见，你用了有啥物意见？有啥物问题啊？你讲起来，你会感觉你用的迄个？我只是我无加迄个地位字转换做汉字，我无用即个功能。我拢直接拢干那用地位。他对对。所以我就较无感觉。顺口迄我拢无，即摆电视我拢阿袂。哦，你无用电视无？OK， 所以你排位拢排出来。OK。还有人要讲？啊？无。OK， 迄个，咱看即条地位基础规则。地位字今仔日第一届才知影，听也清。是你加减已经拢知影有即个地位字这物件，拢有啦吼。所以我这就讲较紧的啦，免讲直直讲啦。地位字甲我就讲拄则讲，伊是迄个国际标嘛吼，所以有播音、注音嘛，注音配播音，就是一个音就诚对字，咱个动作词来用嘛吼。所以我即个对照，即个大家毋知，可能加减拢看过啦吼。因为咱是补的影响，所以我有创迄个互你参考。咱要了解全世界敢若台湾只用补，全世界敢若台湾，所以即个影响咱对外语的迄个接触。所以大家看着地位是敢若看着水。对，这毋是你的唔对，是国际政策的唔对，无要紧，咱有哪渐改吼，渐改到转来吼。客语就加一个伊个音是用 NG 哦，挨迄个音啦，有波的音 F 波，迄个有即摆教育部拢嘛改，客语拢去学迄个。伊拢实在来改啦吼，甲国已经来改做通用拼音吼，迄个汉语拼音啦吼，迄个规嘛无去啊，伊拢敢若用语改就袂款。过来汉一个客语上大就是迄个 Y， 迄个就讲一，伊袂讲一，咱讲一嘛吼，迄个小 Y 的音啦，迄个音因为汉语拼音嘛是拢甲创有食好笑的。我即摆客语新闻来讲山。规个要拢保持用咱长老教会的客语的地位字啦，所以若有厝里要读客语啦，去客语新闻来讲山，一定嘛拢听咯，是明仔载要新田教会哦，10点我去遐改分享去遐。过来福音就共款，咱好嘛，福音嘛，两个音加起来嘛吼，过来咱来讲即个台语的语音的特色啦。第一个就是讲注音有分上句甲无上句啦，你知影吼？即个音你摕纸放到头前，无上句嘛，即个纸会叮当，无上句，即个纸会叮当，就是上句，分这四个分遮啦。过来就是讲注音有分清音甲多音啦。
清音咱知影，录音，这录音真侪迄个华语话啦吼，其实伊本来伊家己汉语的成分咧，迄个满清政府自清入来了后，伊嘛无字啊，就用汉字来啊，汉字来就伊甲伊迄个阮州话内底无音，伊拢就按写嘛，有迄录音迄个就是录音啦，我，即摆足济我现在做会变做我，迄个我无去你若毋讲母语的时阵，以后要读国际音标，要去外国读外国话，足济你会发袂出来。我所有个去到阮州人来了，因无即个音就怎啊？依然，咱有个依然，错误、错误，咱有个音太多，对吧？因足济伊甲来共款，咱的代志，即个经验嘛足切哦。唔知啊，什么东西，迄是阮有诶，你敢知？东西啊，咱讲物件嘛，伊讲东西啊。我一个美国的学者去中国转来的时候，去美国转去的时候，讲世界上上趣味的语言 ，East 东，West 西，东西变做物件，对啦伊是掠迄个音尔，无伊倒嘛是阮州话啊，伊倒因无找无字啊，就找一个接近的客，伊倒啦，大家写甲欢喜个，其实拢去写国字话。注意静音录音嘛，这个录音哦，咱是着国语正经标准啦吼，你甲注意就好。所以在人一项啊，你甲个你特别注意，这是你都转来你的母语啦，我就是我。过来迄个母音哦，真侪平仝音啦。咱家己作是平仝音哦，足水哦。李金华教授讲，这甲法语共款，咱的家己足熟悉。所以要约女朋友，要约男朋友，一定要用台语。你就水来底水漂亮。你平时是写互伊啊？对方就讲你写这是在英语讲毋是英语讲写的，就是台语啊，有影哦，遐好哦，我要落，就来底啦。所以咱的母语有咱母语足侪好处的所在。较严重佫一个，即个是声哦，即个客家语嘛无是声调嘛。我去7-11咧问你一个报道，10箍，我话钱10箍。我就问咱个10，喙仔含住10，甲伊讲偌济，10箍，我10箍倒落去啦。即个机会到了，我想讲咱大家当就欢喜咧。我之前咱拢讲10箍，拢无人甲讲，对啊。足侪人拢对家己的母语拢无关心。第二个牧师讲，世界上奇怪的民族就是台湾人，袂晓家己的母语，日本话学较足来，英语学较足来，就家己的台语唔好，学百家语学较足来。伊若即摆袂晓百家语，会晓写英语、汉语、华语，伊感觉讲伊是文盲。事实上，伊嘛是台语的文盲，因为自然会晓的母语是听甲讲。你要读甲写，一定爱学。台湾人足了爱，唔好就是唔好。是的啦，我毋是讲在座大汉唔大好啦，我明足济我咧。我是安怎来哦？我就晓啊，伊拢唔知是文盲，我讲你是文盲。即摆面册面顶的迄个读书，拢嘛用华语去写啊，我拢甲挑战啊。我讲你敢有即个台语版？哇，资料写的，唔知要怎做，足了时间。我讲你就一个，我要是我来讲，迄个华语投来变台语啊，你就变台语就打。你想无办，唔种帮忙他，讲是台语。我讲上海讲，若无用家己的母语，台湾各方面正常。这足大的挑战啦！对嘞，今仔是咧，哇，多谢你阿提醒。好，牧师就来我这边就是牧师比较提醒。
我袂骂，我毋是牧师，你叫来做圣经，哦，而且圣经就你歹做啊，牧师拢歹做啊，哦，你规本圣经无半字悔改，你敢知？为你读圣经个啥物事？大语汉语版，你怎么看卖无半字悔改？我今仔打一个哦，因为这个是啦，这你毕业爱讲课的就爱这个嘛是啊，反悔认罪。伊敢若反悔呢？迄本圣经你真读过，敢若反悔无悔改啊？因为问话无悔改嘛，就敢若反悔尔。一个80几岁的牧师，叫吴清德，即摆退休伫迄个平庄，伫迄个洛杉矶。伊去波士顿，甲熟悉，我甲讲，我咧做一个看法，得意了，伊直直了来敲一下。我认真咯，你太了悔改，吼！伊讲我做一世人的牧师，我袂当进天堂呢，因为我无犯悔改的道理。迄本圣经无看字悔改，即个牧师听着啦，听啊，清楚你无悔改，我讲你来找着我，你100，来讲啦，你来找着一支悔改。我100块美金互你，你来找我，你100块我100互你，我互你100块，来找我你我100块。条件啊，较重要。咱长老教会牧师较紧嘞，足济啊，毋知讲啥叫悔改甲反悔呢，你就足可怜嘞。伊内底台语汉语版内底，迄个负人人，人是用人来的人嘛，对毋对？伊足反映咱台湾人嘞。伊讲你若写富人人会当会读富人人会读富人人，我人迄个台语老师顶明明就写富人人，所有咱就我主要讲话，所有咱台语足济拢后壁加一个人，明明查甫就是查甫人，搁加一个人啊，查甫人，富人北家己就富人嘛，好啊富人啊，就共款加一个富人人啊，你就写富人人。两个拢人嘛，意思袂走去啊！伊甲你创一个富人人，人来的人啊！你要怎么汉语多数表述啦？我为着这出人袂圣经的时候，我坚持到你一定爱改过来，但是嘛就唔改啊！迄就是唔知影咯。我是去互结甲讲来做作品，来这个是安叫逼出来。你明明就唔叫你改，我一哪是，我内底叫做做事啦。你有注意无？做事你安怎读都袂通，做事耶稣不去，要读会通。哪是下门话？哪是但是呢？不但是唔啱呢？伊家己要从头做事呢？伊讲但是耶稣不去，伊家讲做事耶稣不去，安尼大家读较欢喜啊！大家汉语版大家读较欢喜。叫我即摆我再等。伊佫讲面顶佫讲经过台语文专家，搞济，我变讲啊，遮拢无讲。所以咱台语今仔日遐呢，照片较是有影，前一回啦，爱有责任啦，我一回啦，责任，努力无够，意思甲今仔日台语字啦，无认为重要，圣经我就不是认为台语重要。是咧学生，我教讲你嘛啦，我太太讲我自己你嘛啦。其实迄个我顶礼拜去迄个高雄一间教会了后，一个长老来讲一个研究我就是你定甲你骂迄个台湾圣经讲话啦。我是甲你建议尔，我无骂你呢。伊心态啊，伊是感觉讲我你骂伊，明明知影你毋对啊，伊唔会改。我今仔日书里讲来讲，啥我唔会改。就是圣经无会改，讲你若无会改，咱的母语靠教会一起来，英语是靠迄个经线是一本圣经啊，才真好。所以小学牧师嘛有一个梦啊，一个班啊，专门台语圣经的希望甲大家来讨论。无一定讲阮即摆讲的，就大家来讨论，来行出一条咱家己的路啦。即个过程条一声北家语拢无啦所以你想北家语应用，迄个后壁有起有一个阮的十箍，迄个十你爱给你厝来合。客语是60条啦好啦，变调是啥物啊？不止啊，痛苦的代志啦。
变调无痛苦的降压去，讲的是别来，人家也挺容易的，有感觉变调，因为咱白话字动作文字来用，所以咱就爱调分调，这足重要。真侪系统的台语，伊拢调迄个读音，汉字读音拢会变来变去嘛，你要查点要哪查，无法度。所以咱来肯定，咱的白话字是动作文字用，到了乌，迄个叫做台湾罗马拼音方案，伊是拼音，伊要拼汉字，为注音注汉字。即摆我人就因为白话字的关系，家己来当做迄个文字用。我一点，迄个条仔字写到写遮水，甲伊创好啦。迄个提纲音，本来你迄个国际音标就是谐音变换的嘛。你若你 N 的真 N 嘛是发头前的 N 嘛发音，后壁 N 嘛发音嘛。所以即款的问题，因以前讲，你迄个遐歹电脑遮歹拍袂出来，啥物有诶无诶？以前我教水就是甲讲，电脑袂晓爱教电脑袂晓，毋是讲电脑袂晓来教咱人诶。你电脑头嘛较毋是，所以我咧去努力咧先搞计较，先先，甲一帮人讲有爱，即个学一点，提纲音，拢足简单，你拍足简单啊！体语下骹扭下骹两点，伊讲嘛袂晓拍，然后体语啊，你就拍挨挨啦，迄个说翻迄个下骹两点，拍挨挨，你就改款起来。当要变调，爱迄个摕倒转来，爱找原来调，因为咱拢讲变调。每一字一个词还是一句，上尾仔字分调，头前的字拢爱变调。即个原因安尼变出来，讲话才会水，甲我伫唱歌音乐，读音乐的人，音乐嘛算最好，降最好嘛，敢是？所以迄个 MIT 马上是讲的语言学家，伊讲全世界上水的语言就是台语。变调变到遐尔水，阁拢有威胁。即个是人类的文化资产，恁台湾人有责任甲保留落来。安尼听有无？大家读册这是咱的文化共同资产。即个变调变到遐尔有威胁，阁遐尔水。你嘛无变调，读起来台湾话叫改调，北京语无是好写改调。你讲林俊玉，林俊玉，这摆叫的敢是？你林俊玉足好叫的，所以这个变调，咱虽然对咱来讲，有感觉讲较困难，因为咱细汉就讲受北京语的影响，做妈妈的人，你嘛无互你的囝学母语，你害伊一世人。伊伫以后的语言发展内底会失去足侪功能。这个何庆凯教授伫美国选了演讲的时候，我有两场波士顿甲纽约拢解答伊有发现一个伊讲根据人类学的研究你若加会晓一种语言，你老人痴呆症，大家接惊老人痴呆症嘛，敢是？老人痴呆症。你若加学即种语言，会当延长3年啦。就讲我会晓客语，会晓日语，会晓英语，会晓西班牙语毋知英文我毋知啊。你替我记倒啊！但是即个物件，今仔日一定爱教咱大家若无学足可惜，我下足侪先生，你若讲要做足侪代志，一定爱有功夫啦。人拢讲我是安怎，我就做遐济。全面台语写个150音2点半4川班拄安尼伫2年内底甲创出来，迄拢规个拢靠功夫啊！如果你早济，你哪毋是拢无伫困？无，我有伫困，我是沿路做，沿路困，明了？就讲4天，你罗马尼要做到汉罗的时阵爱8点钟，你敢知？
哦，我要困的时间试了，我去困啊，照常去做啊，听人在来时间规个拢要骗袂时啊，骗咱做啊，所以我煞来要讲遮的吼，你若地位是私事法基本会晓，你搁会晓遮功夫，会当做足重要代志啊。卫生护士你免定来加班咧，哦，你免定来加班啦，你试落嘛，等去嘛，你就去做啊，我有上班啊，今日再来就好啊。OK， 这个变调哦，我嘛唔知要哪几番讲。这个表哦。我讲咱变到为啥咱这个表咱第一条伊会变第七条，哦，查甫本来是查甫也变第七条变查甫，哦变做第七条，七也变第三条。这个七变成第三条，有一个做法就是讲，大家拢讲起来，我较难是有去查啦。迄个道安怎的道哦，咱大家拢 TO 第七条。迄个李庆华教授的时阵，伊真正咧研究语言啊，结合话讲，即个无论安怎咧，工字典先查道第七条，拢无道是，就是就是你的就是，你的道，大家拢会讲这个道。哦，我迄个功夫我无写文章写来啊，无法知啊，迄只爱来改。迄个李庆华叫我查的时，大字大字顶内底写甲足清楚，迄个道就是对。迄个 I 迄个字音才写起来变道。日本时代到台湾人来叫道，就是 TOH 第一条。哦，即摆一般人拢写 TO 第七条，这咱来改。咱迄个台湾改了决定哦，就讲这个教，我教你会教，哦，圣经内底拢用教。我去甲教的前者信主，大家拢会信教。教的话，一般人教的来人来讲教，我教你啊，相合作的才是教。所以迄个我讲出这个写这个文章出来，足一人已经知影讲爱教，才会爽快啦。你要教，其实你也讲教，有人讲你来写教读教，你台湾写教读教，我教你教，哦，这个教，变调这个第七条也变第三条。这个第八条，咱就是第八条。第八条伊嘛会变做什么第三条？伫 H 的位啊变第三条。第三条会变第二条，第二条会变第一条，这拢足自然的哦。过来咱字声的 H 字声有第四声到第八声嘛，H 就是讲，拄则讲迄个道。TOH 是多爱道 ，TOH 八第八条就是道师，就是安怎就是迄个道哦。所以这个咱看这个表啊，这个表内底，我 H 的第四、第八伊会变第三条，所以你道师就是要变第三条。一般人拢用第七条来变第三条，迄无啥正确。哦，有真济遮的困遮的问题，咱讲以前无伫读语言啊。以前国民党我有咧读语言啦，所有的外语系、中文系啥个也无要甲你教语言啦，伊无有你知影。即摆已经开互大家知影，因为李英教授伊咧正式的语言来个读书，来研究了，咱就莫搁以前唔对咱家改。过来 PTK 的字声 ，PTK 的字声就第四条、第八条互相变。所以你就读你本来的迄个调。上尾仔字就是本调，所以你也要找讲伊的本调是啥的时，上尾仔字你甲起字甲放到上尾仔，你就知影伊的本调是啥啦。本调是啥？这个数字法你毋知影，你读本学，伊就甲你讲，你看无几啦，知影？你内底你毋知影，所以这个数字法等于你学下位字的功夫啦。你若定定用的时阵，你念伊就袂晓。你本校唔几届你就知影。
啊，搁一个迄个地区有一个特色吼，就是咱即个台语有分咱甲阮，客语甲阮吼。客语圣经新约内底，咱的上帝伊拢当做阮的上帝。吼，咱当然嘛真较欢喜吼，因为迄个主业者加拿大人言语无分咱甲阮啊，伊来台湾无北京英语，无客语较好，啊说北京语嘛无分咱甲阮啊。啊，啥人物啊？你祈祷伊讲啊，上帝啊，咱拢是罪人。伊就袂晓分咱甲阮啊。哦，这是一个故事，毋是假的。上帝教会每年的青年节拢有少年的来，去内底逐项讲甲真好势，啊，祈祷的时候，甲你武士写讲，上帝啊，咱安怎？咱今仔足欢喜哦，过青年节。OK， 你讲到遮啦吼，啊，咱来看几啊，这个地声，我讲把迄个档落，恁这个拄则袂记讲哦，有一个迄个网络里顶哦，一个743万，伊内底有教这个地字哦，咱来看这地声了。翁娇华。娇华 ，OK。天才哦！啊，我讲一个，这地网络里顶新台语新闻里顶拢有啦吼。啊，你离开呢，主要拍八声调就这出来。OK， 咱我看一个，咱就来个。你是台语比中文还好，是不是？对，我们应该是。你什么时候开始讲台湾话？来台湾差不多3年。3年。开始讲中文。所以你没办法说中文，是不是？有一点点，可是很烂。是你跟我还有老公都讲台语吗？我拢讲台语，我甲我男，甲我婆婆拢讲台语。所以台语的状况应该也很没有。哦，有喏，
当然拢足奇怪啊，无方便啊，这种实无方便啊。我家里婆婆还给我。没啦，就忍耐是不是？还好，甲伊无啥物。刚有一天创主席被啉水的时阵啊，我人就我来台湾2个月啊，我人来去山顶啊，我人走了的时阵啊，我要啉水去开水龙头，去开要啉水，我婆婆是甲有啊，我袂使啉啊，我是安怎？我袂使啉啊，袂使就袂使，我甲伊讲，为什么用西班牙？我讲。哎呦，听不懂，阿姨讲话我嘛听无啊。我较紧来拍电话我人，你拄走1点钟尔，恁母啊，我互我啉水啊。台湾的1点钟尔。对啊。水就是用水滚开的意思。就是 only for water。也 only for water。所以你去菜市场，你可以跟全部的藕花上面排一排。那他的手势还蛮适合的。藕花会看到你是外国人，我很惊讶。拄开始我这个物件，我拢袂讲话，因为我要知影伊即摆拍到我一个阿肚仔边吼，我看伊讲我会歹话。好，各位早安见好。利用这个网站来听个节目，袂少啊。有啥物建议爱阮改进的所在无？好无？虽然咱这个网站哦。会当用教育部的台来，嘛会当用教会的地址来，这上大一挂啦吼。迄个教育部甲咱的地址改10%变做伊教育部的吼，变做甲咱拢理解，要甲你原来地址要甲你调调吼，我感觉是足难的。伊的数字我都拍教育咱这有法度啊，因为我知影就是讲以后咱一定你大家有需要嘛吼，有了了。所以一个少年的接触里面甲我讲，你记袂咱做迄个教会头仔是个阮即摆台湾读教育部的台路啊，恁就我要圣经要读，恁就改路改做台路读。我一个你入门就是对啦吼，是入门你还是对啦吼，我讲你就你第写大字啊，还敢若看面顶尔吼，你有教育部的台路你试落，内底所有的物件拢。台路你读，也欢喜一个，我以后要学，你读圣经无问题啊。咱网络电脑是当，比如说到后台的物件，直接已经透过公务来当社会，是咱白话。我来个讲，迄个阿凯创迄个摇波数字，迄个足好诶。伊内底敢无创一个教育部同台路诶？那个数字甲我属恁有啦。你是我意思是讲数字甲摇波联动嘛？因为我最近我电脑歹做面，我竞争我才去甲详细解读。伊敢无一个讲标字是会改？教育部有管有嘛吼 ，OK， 伊迄伫面顶直接转来较好诶。我连你会小可讲一下吼，因为咱为咱家己诶标志来吼，我是讲你教育部你小有良心的，咱诶文献遐尔济标志诶，你家己断掉，你遐以前诶文献你拢无要用读，我感觉足可笑诶。这咱是咱的人为共同的文化资产，毋是干教会尔呢。
你看内底教的公布内底，即个大家去研究，迄人咧研究博士论文嘛，用咱咧去研究啊。哦，啊是安怎会无去啦吼？啊，真希望伊会小可改变心态吼。我拄则去讲即个新闻会去了头前吼，中午遮拢是工具啦吼。啊，正面遮有一寡影音甲教学吼。啊，就讲你拄则有个人讲要迄个八声调，你个语理内底，啊，你伫搜寻的个拍八声调，即个就出来。哦，啊，迄个其实台湾历史哦，迄个无时间讲我哋。啊，若讲较教会较有关的哦，就是伫即个另外一个影音即个所在的。哦，下骹有足济有童谣的专辑，有迄个新人伊咯，伊都博士有迄个新姓诗，伊拢有解说，讲是安怎啥，即拢足好个咯。大家时间会当去看吼。啊，即个嘛有报地啦吼。哎，我有做过马街在台湾报地个，所以人厝边看报地人去看，迄个台湾的报地咱300年前中原我就开始拍个吼。第一个本地的报地是马街在台湾吼，伊拍啊足水个，伊内底拢咱袂去看吼。下骹有一寡高雅味的专夫遮，哦，咱迄个讲有分啦吼，有分遮来咱去看。上下骹有一个各种语言的。读台语吼，你内底有台语、客语、英语、日语、国语啦吼，五种语言夹个去甲你读吼，所以你会使读台语的时阵，要读日语哦，讲日语、学英语哦，这下骹有这个功夫啦。以前我迄个中山医啊，大学的台语的第一届到第三届的台语电脑我去教，啊，所以我教因遐先教了后，啊拢。互因讲读台语有钱好赚，会讲有算啊，会讲词汇啊，啊，教遮拢因遐学生仔做的就对啦。哦，所以你若要做遮个物件，就是一寡工具，你若有了会当做吼。OK， 啊下骹是即个一寡专话啦吼，咱老厝里吼，会当落去看吼，像陈如群，老要看陈如群的，然后陈如群的专话遮个吼，啊，无说讲落就啥遮哦。啊，有趣味的人，这个平台是台湾的地啦吼，这个我一直咧招你来吼，创一个你做这互你来，我规来，咱说了后，咱来用怎么讲的？OK， 咱来讲这中这个工具吼，你拄则讲先讲这个输入法啦吼，已经有种的人才了解。哦 ，OK， 后壁笑的要不要？OK， 啊，用了敢有啥物问题？有无？即个你要安装的时候，才有一个即个汉语的说明书，你要登录落来读。主要你个输入的要点较重要啦。哦，迄个要点你若无会晓，会遐过波摸摸啦。我就是讲要叫这位教授办一下，向波摸调整咯。拍这个输入法咯。啊，你若讲有遮个一个影音的实例，我影音实在操作互你看。哦，变到上面到上遮啦。这影音的实例遮有，哦，这面顶是Apple 的美国版，下骹遮哦，每一个迄个阶段拢有迄个详细的影音的说明啦吼。OK， 啊，所以这个你若要安装的时阵，哦，汉语版，足侪人爱讲中文版啦，中文全世界甲台湾伫讲中文啦，含中国大陆伊嘛讲迄是汉语啦，伊无讲迄是中文啦，汉语版啦吼，咱台语咱有汉字甲白字，所以咱叫做汉语版。哦，啊有，你看你的电脑吼，较旧的是32位的，那较新的64位的吼，啊你装毋对，伊装袂好势。表示你讲你选毋对，你订正安尼就好。啊，英语的版本嘛有嘛，Mac的版本遮拢有嘛。啊，最后说明书一定爱好我读，尤其是数字的要领，哦，数字的要领，也会也足侪了。OK， 我即个我无，就是讲已经装咧教，无装咧有想要装咧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无要安尼多再讲遮啦吼。OK， 咱安装了后，
咱的输入法内底吼，有无？伫这下骹遮，我甲刷起。即个头前有分台语甲客语，哦，你要客语的啊？阮一个内应上长老，我甲即摆伊吼，伊所有的网站拢伊用家己查，你敢知？啊，有时间讲，我爱做电视剧，咱拢打袂出，汉字讲袂出。啊，我就去讲你毋知咱去回着，台语变做客语啦，哦，打袂出来哦。所以咱咧做伊吼，少年可能看得到，但是。伊足有耐心的，而且伊拍法足好势吼。啊，客语的输入法，迄个调号以前是照台语的，但是专通话牧师，伊讲伊教的时就是较迄前两30个人，甲咱的无共，所以即摆拢叫客语教的方法，哦，因是6条尔啦吼。啊，过来较重要，即个设定，即个设定面顶遐，哦，伊就是讲分。汉字啊，甲罗马字，即个输入法，你要输入的，你要拍入的物件，要拍教育部的 OO， 还是拍迄个标字的 OU， 还是拍教育部的 NN， 迄个拢同款，拍就在你拍。啊，但是你要出来的时阵 output， 你要出来的字哦，你选的时你来选啦。哦，伊第一个就是讲选汉字，啊，甲后壁选罗马字。意思就是讲，你若要拍汉字较济，你选即个，就是你拍出来是伫汉字都高济。啊，你拍后壁罗马字爱取细的，搁取1、2、3，即个选甲完全同款啦。迄个视窗拢完全同款啦。啊，过来下骹有一个叫做选罗马字，甲迄个下骹有搁交一个有无？全罗模式、专罗模式，即个就是讲。咱拍罗马字嘛会使用速打法，哦，就是选第一字的字母爱就会出来，哦，所以讲就讲咱选即个有高的先哦，就爱给你确定啦哦，就讲迄个台湾我是以前有建议来讲，错误。所以你若我平常问题一定是设定有影出问题啦，你就去看看创作的。啊，你若第一字要大写的字，第一字就爱大写哦，台湾哦。所以有罗马字出来放做头前，咱若是选拍台湾大学，免罗马字一字一字拍哦。啊，你若讲伫面顶的直接试的就会使。啊，你若要汉字的时阵，你就爱起细哦，台湾。哦，这哪哦？伊汉字伫后壁，所以你爱是细的去选啦。哦，伊就汉字出来。所以你汉字要罗马字，就在你家己决定啦。哦，这个所在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罗马字，你出来罗马字是要标的字，后尾是要教育部的，因为迄当时你创这个输入法的时，迄当时迄个教育部责任。啊，我讲还比你高啊！啊，所以因教的长老教的拢无人要出面啦。哦，你投票就输人啊！所以结果因default 就是预先迄安怎讲 default 的预设值啊。所以伊咱来设定即个代号啦。哦，所以你一个安装好势了，你拍讲代号啦，啊会记你设定几啊改做别个字啦。还佫有一个，第二个吼，教育部的即个台路平面方案，有一个叫做正式版，就是迄个条子甲你用乌迄个，迄叫正式版，迄不晓电脑，吼，爱有，佫有加一个叫做我的传统版，传统版就是乌一点，啊。N 是讲音讲 N 啦，迄个叫做教育部的传统版，啊，因拢甲即个列入去吼，啊，我即摆开始买来甲因
叫册。你若要当作文字的时阵，你一定要用这个传统版才水啦。哦，啊，你讲你要调音安怎，你要调注音要安怎排要紧。但是了，你要当作文字的时阵，咱传统的时阵，传统版咱会记用，无叫袂记。你传统版的时阵就是爱教这个，哦，啊，搁会教白字，哦，啊，搁一个就是讲，你有发现我这个选视窗，甲迄个某共，台湾到 OK， 哦，你有看迄个显示窗这大腰无？啊，我改到表改比较水。你我就喊这是杂志，时间下来才爱看，看久就看袂，啊，咱这看久会爽快者。啊，优待你要偌大，你敢知？你会使创到70字啊！哦，而这个有遐设定，因为迄当时我就知影我会考啊，会考蛮久的会，啊，所以就一定要甲你创较大。所以设定有影，这个就是讲选字。选字汤的字形，你会使选你要来 ，OK， 我选标牌是比较水的，哦，啊标准，啊我选20，哦，啊你若要20无够，你要36，哦，就是讲你的显示窗会较大字就对了。啊，选好了后，你确定哦，确定的是台湾教会公，无，第一个字哦，啊，所以足侪人拢烦恼到，你我这个40万唔免烦恼。OK， 这我对咱袂对啦。要么一个，这个数字法上大的特色就是自定思考。你常常拍，你自定思考了，唔免只讲拍开它就对哦。自定思考是台湾教会公布，这我自定思考，哦，可以当足简单来拍出来。这个自定思考是只，伊分台语甲客语哦，台语这个就是。像讲，请这来从1号到4月到你死倒啊！你甲定讲我以后拍死，就是字请的请，因为我叫你转华语转台语，足侪迄个后边啊后了，你加一个请袂顺台语就错太。啊，我定来拍，啊，就我来写死倒，唔免写 CHCIANN 吼，迄种。像讲处理者，过来就是讲，咱为着要写较少是，哦，咱要写时间哦，对林志龙行，你的时间会较少啦，我足得写的哦。所以CH，你会使自定思考两字大家啦，哦，这是介紧张的时我就讲啊，啊 CHH 你免拍3字，你拍4就好啦，哦，啊所以安尼就你将军。你甲其他的袂相分，你拢会当变，你家己知识啦。啊，你若要拍的时候就足紧，吼。像讲即摆，诸多文，我现在教育政府啦，你懂者，我知影体制来做。我只爱讲是体制外做的啦，啊，我都很无体制内，迄个新安公个就是讲总会来去发表，啊，所以现在现在创办就是讲，以后考学术爱考中台语写，爱用我这个书习惯，啊，因拢以前本来就拢会考诸多文，哦，啊，即摆我诸多文的时候，一个诸多文查字就讲出来啊，所以现在做我所以来在这里诸多文。一定爱用一下，考试的时候你要用一下。你做你咧自定思考，你的主导文，这个文，这个内容，这个是等于讲，你自己没有自己写，你等于是不是？你也讲伫
网络顶看，你会当直接甲复制，拢我答对安尼尔。对。哦，你若有诶，你就甲复制。我这网络面顶去看我足济关，安怎足安怎啥，迄拢一字就解决了啦。所以我足济嘛。哦，你若无用武器，迄个用武器用武器，啊，迄个台湾国家袂正常，我定来出来这嘛。啊，前罗马时后壁我看到嘛。迄我干那啥的啦，我武器，你只两字就解决遮个啊。所以你定来翻成遮个。所以讲，我甲我条件一定是安尼啦。好啦，打我来去比赛是不是？你面前电话那个写板。对啊，是讲书读信业嘛。对。伊到尾啊，长期什么原因？莫讲说足易咯，刚才会当来去啊。哦，你像我就爱创第二段吼，你就家己定嘛，书读信编第二。啊，你啊，所以你家己会了，哦，啊，你要背回去，你就变成批背回去，诸多文批，哦，伊就背回去个，共阮会当伊嘛，海老少足着哦，啊，你就诸多文批第二嘛，第二就接落啊，较爱第三，安尼数个要会数吼，即个。我伫讲，你输入我的迄个说明书，输入的要领你爱学较足熟，爱学会了，袂改变去。啊，无你家己的自定书无甲你的扫无啦，吼，你家己的原则家己爱知影，吼，这是你家己的，你袂无可能别人会当适用。啊，我即个说明书登录的时阵，内底我已经有做一寡。所以你会当甲规个 copy 甲 paste 落去你迄个数字元的自定书库内底，啊，你就当用啦。哦，注意者吼，上帝是 SD 嘛，有啊，想着也知，新德中的吼，上帝先大，上帝第七咯，伊拍电话拍，拢知到是，但是伊有一个我都解决，我做面去做伊。说你自定书库开掉了后，要够视窗内底个照出来啦。啊，解决了的话，伫即个所在哦，你久久会使去处理一解啊。啊，过来你看这 N 咯 ，N 就是荷兰。Microsoft 足基先的，看到新四年级的讲你这是汉字。啊，所以咱的条语爱乱七八糟。啊，所以讲，我讲这是荷兰文，哦，咱以前学荷兰管，即马荷兰文来管，咱用荷兰文变啦吼。啊，敢若2003要变来变，2007就变来过啦，错啊！啊，即马是讲要这样问题哦。啊，以后就阮的，哦，你有啥物问题提出来，我就来想办法来解决。就讲耶稣是安尼，医生咯，啥拢共款，药剂嘛是共款，耶稣就是，啊，过来你讲，你毋知调无几哦，你会使打分到一万分，就讲我，GOA，你毋知几哦，啊，伫后壁你甲拍分嘛，有无？所有的我会拢会出来。你就知影讲，我是第二条嘛，哦，迄一定迄当定第二条，伊个问号就是讲，无你所有话拢会出来，哦，我第五个是，你就知影迄个我是迄个第二条呢。啊，你袂使一个开始就问伊哦，第二袂使问啦，会啦，我呢袂晓写，你是就问，你上无爱甲你讲，你想要做拍什么事？哦，啊！你拍什么事我毋知啊，你甲他讲，逐项拢外上帝，我袂使啦。你家己爱想我讲，我想吵架哦。第一一定爱拍，后壁你会使用分号去问，爱了就出来互你选，你用哪去问你就会晓。我这伤过大你知道无？开到这。
是20我记得。啊，搁下骹，伊这普通拢会交啦，主动调候选的，就是讲你定定排走去头前。啊，拄则你讲，迄个历史电视部开掉啊，啊，还过会出来，迄个一定爱即个重设电线，伊即个所在，伊即个下骹，即个还原预设顺序，即个市内，你所有的迄个开掉拢会有啦。问题，伊爱搁重新来，迄个顺序爱搁把较好个。我迄内底就是讲，你感觉家己安怎想？啊，搁一个要拍Ruby 就是讲，敢若画出字面顶吼，就是讲汉字面顶有注音符啊，迄叫Ruby啦吼。啊，咱家己汉字面顶是讲注音，讲注音嘛，吼。啊，即马即个较简单的注音是后壁，即马伊个图强顺录书，伊拢用一部所有的汉字后壁拢无单字，创伫后壁安尼。啊，你若要创伫汉字面顶的时阵，迄个2年前，现代有叫我去教吼，嘛是教很清哦，结果无几个会了，迄确实比较简单吼。啊，搁你爱定定用照谱，迄我用一年时间去做出来。啊，我本来你要拍这个是伫迄个 Word 面顶有一个中有无？有一个中，即个你就甲拍注意吗？哦，你爱选一条。选一字了，即个哦，你就当你甲即个做改做罗马字，共款伊有即个功能。哦，即个李义珍创迄本风格册咧，我看了真济面顶拢，几页吼，创迄第二字，我相信伊是用即个。哦，伊若几页拢要创，规本圣经拢要创的时候，一定爱用我即个软体吼。啊，大家有进一步我想要来吼，咱就过来探讨。啊，我先大家知影，圣经专是台语圣经，已经汉国语版。咱去网络面顶吼，伊叫 CDV， 哦，信网啊，我拢挂伫信网啊面顶嘛吼。CDV， 台湾的 Bible 即个，已经有即个啊，哦，啊，所以你会使选，咱的圣经有专标字罗马字，啊，甲汉语，啊，甲汉国语。你嘛甲其他番路要对讲，你会使点哦。咱即下如果看这个，OK， 好，第一撮是即个标字，第二撮是汉罗，啊，第三撮即个汉罗鲁比上地面顶拢有注音，哦，所以袂去谈对，啊，无这汉字哦。咱是做歹大家要行来讲对，哦，啊，咱即个你甲 copy 落来，迄个 Word 内底拢有法了有啦。一个重复字。伊一个一个做歹，咱即个是咱选的叫做迄个比较有材料选，头前遮照一个表格无？表格标记就是要有你国教版本必须要读。啊，你想选整段的时，你选的也叫是一张啊咧排落来，哦，你只咱来看，你看选整段。伊就是有标字，汉罗鲁语上顶个拢是对。第一个哦，关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哦，我这拢教无教头，啊，你即个你会使甲 copy 落来。所以迄个Ruby 讲啊，足好势。要 Google Chrome 迄 Ruby 哦，迄个面顶的字
足歹看。我建议恁会当去试 Firefox， 会较水。啊，三个你也试 IE 看卖，这种三种浏览器，因三种浏览器的default拢无共。啊，所以我因为用这款是，啊，我真正要创的时，我会去用 Firefox，Firefox 里面的电子比较顺。哦，你若讲要努力时，你就通选努力就好。啊，其他卖选，你会当做是为恁努力选。哦，这几个拢是努力选。OK， 所以我到遮有啥物问题无？时间，就是我要教咱看。有无？有问题无？若无我即摆我变做台南人啊，我住喺是南边迄个隔壁啊，随时会当来。但是我等来才1个月了，等来大家时间叫创啥来做无啦？我等你美国就接落来才做这工作。讲迄落做迄落做，嘛是爱足些时间咯。主要是头仔清楚。OK， 我即摆来看工具吼，迄个字典恁较简单啦，你要查遐字典咯，你唔知影就几啥物，你就去查字典咯。第三即个工具，即个数字我讲了，即摆有第二字7个翻汉罗7个都转来转转，过来就是讲迄个华语大的变台语。我伫中山物件就来去教的时，迄老师拢讲嘛，讲你拢开安尼，我题目我唔知要哪做，我迄边搭的，我教我有责任来教学生啊，真正有效力的啦。你袂使讲因为你出问题，你出题啦，我华语选台语，作题材了就怎叫你做？我讲你要去研究啦，你一日看就知影，你慢慢教个题看就知影，用迄个问题。为学生啊，听到现在赚了不少钱啊！就讲我拢会该咱该管，你得爱去算啊！你无算表示你是会来的。你做老师的啦，你出题啦，你会代志。所以讲有迄个家己有刻意落去啊，较努力的形成工，迄个较第时间咯。我先讲华语算家己啊，过来做迄个咧，要厉害人生哦。先弄一个直接处理掉。咱来学单面点哦。这面点叫电脑，这教路、台路、翻译工具，讲教育部专专教这个啊。专有理科，这就是为数字专做调好。下卡哩最少的，去刷电圣经，我也从来圣经有咱看吼。这个是挂伫华语的圣经网站去看。我拄则有咱看 CDD 是专门台语圣经，有着专门台语圣经节的网站吼，两个拢会当去看。这个阮有迄个网络版的时阵，专做汉罗无问题。汉罗专罗已经出问题，就是讲伊迄个Java叫背题了，容易无资源啦吼。华语转台语较算会使，但是这个呢，一直顶管用阮提供的思考，零准用的台语啦。你较安怎你就无得干。所以我建议咱大家来一个下骹叫做离线作业版，有无？台语专换工具离线作业版，我甲下载落来。这不点外工具，所有的工具拢是一体，你话要变成不爽，无时间咯，我已经有诶。
我透过台语啦，这就是内底开除了后，面顶遮拢是迄个师傅。咱先讲，你若要转的时阵，就是伫下骹遮电EAP这个所在转，就讲华语转台语哦。所以咱第二字要小可学晓，你才知影讲 HC 就是华语啊，台语就是 GC 啊，哦。因为这工具我来写啊，足大家是要足歹看，足歹注意啊，所以拜托咱大家，若要用这好工具的时候，你第二字上有爱小可学晓，你 ABC 上爱学晓，所以你这个工具要发挥，哦，你华语的文章到遮唱就变台语，若转袂过，一定咱转啊，咱凊彩摕一天来啊，我这几天拢会使啦，哦。上无咱知影就是讲，上简单的因的公司吼。公司嘛，你这甲试落吼，面顶可以早的话就试。就变鸡缸嘛，所有伊拢会算。所以我转袂了，就一摆遐我们爱创斜线的，就是要选一个，要，你变做废，爱丢，啥物用？迄足侪互你选的，你家己爱去选。主要是讲转无过，你会使透过遮华语包到遮，台语叫做啥？你甲加入，也是讲纯粹用台语你无介意，你甲 override，伫即个所在面顶，这网络版无即个物件，所以你要来的时阵是遮，可能会使用即个做你的事故你会去增加你的事故。即摆过来，咱要加速库存。我所有的讲，拢汉拢改做讲。你无搁创一个共和台湾共和国，迄个共和，迄个和你嘛共教。所以你的共和国，你要甲海来落起来，爱去甲创做加入。所以你迄个共和国，你就会去共教。所以就无故意袂甲你转。后来是加入变成家的。迄个地位市的部分迄个有一个叫做专罗转汉罗，CL 就是专罗嘛汉罗即个有较接着专有名词爱大写，专有名词就是。你若是专有名词的时阵，爱比较加，袂使讲照普通的去加，专有名词的时阵，这是迄个。过来就是讲，以前还无英语课写这个软体的时阵，拢用数字条，所以咱伫创遮的时阵，罗马字爱用数字条，你才转的，就讲所以这个所在，我是从我这个是华语专台语专案，所以这个要是讲我叫通过，我也袂通过，所以你专案，所以即马要是这个专案这个。迄个事务咱就当甲加落。
转的时阵，我建议无嘛吼，无的时咱即咱来甲海来就对了，吼。罗马字的部分啊，即个即个部分汉字。加入，你若要创个专有名词，迄个中尾有大写，伊就你甲专有名词就是普通的，你中国国，就是大写的时阵，你台湾中国国，伊就会安尼出来，台湾。罗马字要转汉语，要转罗马字，只有一个叫做汉罗转罗这个。我将我讲出来。这一字无知，你若是不听哦，你来想讲较爽。所以你要做台语版的物件，就是讲安尼来。迄个有条件变迄个是爱讲节目，我要甲这物件做迄个台语版做嘛吼，对啊。结果做袂嘛，安尼我结果就错。因为你想法，我现结果一定较有来带动。我咧我做过台语的，还有用迄个专门台语圣经，用专门台语圣经了不啦？了不就无想要办。过来语字这下加是语字的，这有较困难，下加是。大家唔要三五这个。我有台语电脑有4、3哦，囡仔，我测问题咱家己去看。手机较到好讲。手机哦，迄个 Apple 的，即个创意网技术，伊是用这价位，来3个月啊，伊做台积电的副理用，做啊，伊出口电来，伊就当来拍，就是 Apple 的 iPhone 加迄个 iPad 拢会当来，就按下，你伫 Apple 的位啊，你甲拍，就按下 LOHA NA 啦。啊，搁一个 Android 就是即个本来有一个法国囡仔，咱台湾一个法国囡仔做来啊，伊嘛有写一个啦吼。啊，落尾搁有一个伫高雄，伊坐我讲师傅的时，我才知影讲师傅互伊来创一个台语出来。吼，啊，即摆以前这个师傅，我就是讲唔知影有这个漂亮的问题。我即摆即几个我拢会联络起来，统一创一个完整的师傅。即摆即个新闻书记话，即个师傅以前总统是讲嘛，有真侪问题还是啥会啊？本来宠物也较济哦，伊个从来无做宠物，即摆伊解决啦。我就是讲，我即撮转来，我迄个明仔载会甲即个吴家平吼，下来闽南，几月我想啊，毋知有30个月，我毋知啊。你师傅伊就来写这出来吼，你甲我拍台语，迄个 app 的时，伊就走出来哩。迄个 iPhone 伊个软件的哦，足好的哦。咱咧需求话吼，咱等后了办法，迄个就爱仔细去算一下有罗马字汉字的对象，咱去点落去是汉字，开起是罗马字，我写来就好。所以我感觉讲，咱台语愈来愈有人啦吼，遮个人讲考我来时阵，
咱大家听咧，无等阵就想啊帅帅。你有感觉讲上帝互你啥物恩赐，你会当甲大家分享，做你家联络，互我面了你两家联络，你来共同来做这个上帝爱咱伫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共同来做个时间。他这个是讲我从这主题为出口，我从这主题为出口。我来讲吼，有一天无，这爱时间啦。这对我来讲，我嘛感觉足需要。我足歹拍这个原因就是无主题思考。有，伊是比这个我写的这个较好。我写的这个来跟他浅，因素，对，啊，搁即马汉字甲罗马字啊，搁因素来切来切去，我感觉其实这个五加，我明啦，黑米啊，汉字甲你创一个个人哦。对啊，即马伊这个其实无比迄个法国人开发的很好。我见海人已经等去啊，伊为着要替我思考，伊讲我嘛歹会遐联络袂着，所以结果真济伊无啦。即摆我即个所有迄个台式大书店，迄个地龙宇教授的迄个花牌对个遮，甚至甲要追求讲教授迄个知识迄个，我拢会下啊。因遮拢要图书馆才教我熟悉，我要家靠我帮伊做一个书。自即个咱我遮嘛遮哦，我是顶礼拜去高雄才介绍来。伊明仔载要来考一次，伊讲伊爸为是过来，款看要考到是偌济，我毋知影了。说伊煞了后，我明仔载屏东我会赶转来家己，阮结果详细要做一下。所以恁有啥问题，随时拢伊问倒来吼，咱才当解释，唔好急点来。急点你上帝会无欢喜吼。这个网站吼，会客气的嘛有，我台语点字，恁若有朋友同学咧点了，因为阮双年教会礼拜有20几个工人来礼拜，阮会超过点字，我创台语的，伊讲我以前拢读台语，所以咧台语我创一个这个网站无咧咯，我来专业台语献给遮来。OK， 特别推荐啦吼，所有台湾的字典书店、台字大书店以外，台字大书店是日本政府台湾总统府去找你的学家，这个领导者嘛你的学家，所以来编这个台字大书店。伊当时嘛用艺文会为主，所以你参台字大书店是爱编，迄个台语是艺文会啦，其他听到的是走江造所以咱来了解，甘字典嘛是共款艺文会啦。甘字典甲所有汉字拢捡过来，以上面传到五回啦。迄讲是来无，迄讲迄叫甲一挂来啊，迄毋是字典。像是教授伊是台湾大学迄个语言学的教授啦，伊退休啊，伊搁做人吼，所以足无简单创第一个周文教授最近出的知识迄个你是来爱买哦，恁有买啦，来甲讲其他好网络，我叫我当一个密码，互你当网络查对啦。其实少用我嘛好个咯，讲你网络的人就买买，我的条件是你有买了，我才互你这网络面顶咱查。这个书簿阮拢有啊，拢甲建立起来。过来有5万个薯条，7万个薯条，拢爱搁整理了，就当做。我即摆要转来是我一时仔就去找嘛，为着要解讲的，伊耳孔已经作动啊吼，电脑我想讲，无照电的去，甲伊拢用电脑拍足大字，甲伊对话，啪就是讲无电几个就嘛，我2礼拜无用电脑，我按滚就足爽快2礼拜，所以我开始我这都用听，我操作惯了，拢听，我看后无注意，佮听，我就讲插较惯了。后我过摆一两摆，恁少年了袂啦，但是有影家己嘛爱好用哦。过来，伊即摆跟伊做，叫花牌书店，
即马台湾上强的就是华语台语要怎讲？吼，阮这网络面顶有一个花台语的，迄嘛使用。伊这是正式的字典，伊这字典是语言嘛加落变的，所以拢甲你讲，这是名词，这是形容词，这是安怎用，拢是语言学的迄个根据的。吼，大家为祈祷吼，即马就是讲，希望花台书店伊讲爱2年都会使好啦。吼，我资料有话吼，但是嘛是爱完全的时阵，像即个周会教是讲要继续出遮，讲起来要出的拢爱钱啦吼，讲起来买的人嘛无的心中讲你看继续困难，所以我听啊过拢讲咱爱有这件事，这真正对咱台语文上帮助的就是这个字典书典。敢有人买迄本字典 ？OK， 你若买来迄个，我甲你讲，伫底吼，你会当给你查。